高雄三明区建工路701巷一带，因为地势较陡较高积水，本地是靠这排水沟会当下水，不过自从附近建商起厝甲这排水系统封起来了后呢，这巷仔底大概有15户建摆若撞到落雨的淹水，居民就讲只要落普通的大雨就淹到骹头虎，互因是真困扰。这水利局在今仔下晡也派人去到现场勘查咯。深受人吼，土高地啊，是住在你住你家啦，你到底去好你啦？每逢下雨，你们水都淹到你们家里面去啦，要怎么办？里长甲建商代表两人一句来一句去，回归半步拢是为着建工路这条巷仔排水问题。因为13暗时做公台大雨插地，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，规条巷仔又搁淹到奥多麦半的连啊悬。当地居民讲，这条巷仔地势低，排水原底就无好，因这期自从建商开始起厝了后，这阵唔免风台，只要雨落较大咧，水就随倒积起来。以前我们的水是可以通得出去的，所以几率不会淹水常常那么多。但现在因为那边是封住的，所以一定机会比别人高很多。所以即使像昨天大雨一下子，别人都没事，但我们这里是势必淹水。水起来就你家，很多是因为你们地收掉空起来了，当然水就积在这边啦。因为巷仔口有餐厅，流入来水顶悬会铺一烟油，水若摕规个油就掉伫咧路边，唔若危险，阁有歹闻的臭油味。民众挡袂牢向市府反映，这是下晡水利局会同各单位到场会勘了后表示，建商收工一部分的地了后要起厝，将原本的水沟拢空掉，才会愈淹愈严重。因为这附近的水路拢是私人地后壁沟，唔是政府做的排水系统，市府干那会当尽力协调。民众都有他的水路的通水权利啦，并不可以因为你今天一个建商你盖了之后，你就把这个原本通畅的水流把它阻断掉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努力去跟建商做一个协调。水利局希望建商会当用好厝边的角度来做这件代志，将当地水路做好势。你会勘最后，建商代表也答应，会先将意见带回公司，落尾搁找时间来甲如何讨论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。